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那有这温柔啊！开春第一集，开春第一集，咱开春第一集，咱今仔日要讲啥货？咱来讲一个最老的题目，就是下愿。新年新希望这款的吗？嘿，对。所以你有啥物新年新的希望、新的愿望？咱来讲这条进前吼，我想问看你是毋是迄款会伫新年的时阵下愿的人？毋是呢。你是吗？我毋是啊。因为我规年通天拢会下愿。真的哦。我的下愿毋是讲会跪伫迄个面床边啊双手合掌，合掌伫遐咧念，毋是。我的下愿就是我有时啊会雄去互雷公拍着就想讲我决定讲我今年就爱安那安尼。真的哦。所以你应该是家己讲你要安那你就会做的嘛？对，我会较像迄款人。你敢知？对，我之前有一届失恋，迄届失恋真痛苦。我差不多开差不多2冬的时间去才真正行出来哦。就伫迄2冬的中，我就有家己讲，就是我真正毋通阁安尼，因为我家己知影讲我无可能含即个人行一世人，所以我感觉迄阵我就足理性去分析。对，就是我真正无可能含即个人过一世人，所以我搁去想讲要安那去找伊，迄是无效的。我要安那解决即个问题呢？就是我要去找着我想要含伊过一世人的人。毋过呢，我有即个目标，对毋对？毋过我要安怎去甲达成？你的目标爱就清楚的。就是讲你毋通甲天公伯讲我要找着迄个对的人。天公天公也知影你的对的人是啥物人，对不对？你甲天公你毋通敲电话去头家讲，头家我要一份鸡肉，头家也知影你要鸡肉要安那的。是要咸酥鸡，还是沙杯鸡，还是啥货？对啊，还是要用豆乳鸡啊，对毋对？是要煮汤，还是要用肉，还是要煎的？对毋对啊？你爱甲头家讲清楚嘛，对啊。所以我当时我就摕一本簿我甲写落来讲，我即个人呢，伊爱有啥物的特质，比如讲呢，伊爱人爱好，比如讲伊爱有对家己的未来爱有想法，或者就是乐长啊，写字5项10项，我过来我就袂去记啦，即件代志我都袂去记啦。我就过无几个月我就出国啊。出国了1工了，我就牵阮翁结婚啊。过来对毋过我拢无去即个进前，我有写即个 note 有一当咧，因为我出嫁啊嘛，逐摆转去厝诶吼，我诶物件拢贴规厝间，规个房间内底拢是我诶物件。有一当我就转去，所以我就开始收我诶物件，有一寡物件若是无咧用就紧澹澹摕去回收，也是送互迄 charity 向伊去卖有无？我就熊现着一本册。我看夭寿就小可甲对者，讲看阮翁有合几项啊。哎哟，
佫合袂少呢，真的。对，我讲所以吼，你看提供在印迄个印这个对的人的时阵，股票爱写清楚，好少爱坐，毋通险，也是无爱串头，抓啊，这个我写有好势呢。毋过我感觉讲，因为你咧定即个目标的同时啊，你其实嘛是家己有家己的想法、想清楚，就是对你来讲，啥物货才是重点。对。啊，你重点了对了后啊，以后你咧找即项物件的时阵，还是讲你咧要去达成你的目标的时阵，你才会当知影讲啊，要安怎取舍啦。对啊。小曼熟悉你啊，我较早熟悉你诶。安那，阮翁嘛是袂歹啊。啊嘛较早熟悉，无定调起来，咱开较济。会使啊。好啊！你讲到这，我想着讲，其实我嘛是要下愿的时阵。应该是讲，我若想要做啥，还是我未来想要做啥，我得家己写伫我的簿仔顶悬。我是无定讲爱开偌济时间去达成啊。毋过有当时就是我去回想的时阵，也是我久久啊摕迄簿仔来看的时阵，我现着迄讲哦，我写的这拢真正有发生诶。就是虽然讲。我感觉学做细项诶，就是考点驾照即款诶。考点驾照啊，什么伫国外生活即款诶。之前嘛有写过，毋过你知影我写伫倒位？之前毋是咧考大学嘛？对。考大学我就想讲哦，我一定要甲我诶目标吼定好清楚。迄当阵我想要考医学院诶。我就写伫我的名称头。我即马是叫你捆绑歹面吗？对，我即马转去哦，迄字搁伫遐哦。我感觉你写毋着所在啊。你写是用来忙诶。对，不要紧。毋知影，我感觉写落来真正拢会发生诶。对，我感觉写落来真正有可能你咧写诶东西吼，你诶头壳嘛爱想。因为我是一个较我诶工课是 project manager， 专案工程师。所以我感觉我咧，就算讲我咧做民邦诶时阵吼，我嘛会想吼，我就会开始计划讲啊，你若是要。伫即档吼，行到即步，你对一档就爱开始，我诶头脑内底就开始画迄个Gantt chart，甘特图。对。我感觉因为你有去甲即个过程拢想过了后，你其实会较好去甲完成，所以你会较有希望会当去甲即件代志做好到。我感觉。你要写落来时阵，你已经下一个决心嘛，所以我感觉自然你就会去甲达成，无管是爱开偌久的时间。我家己是安尼感觉啊，系啊，因为我之前你敢知我想要换手机啊代志？我毋知诶。就是我看，因为你知我有伫听韩国的歌嘛，我嘛伫。伫约一寡韩国的团体啊，我有看到一个新闻哦，伊讲这韩国的 idol 因拢是用 AirDrop， 就是抱手机伫交换因的相片啊，个电话。我是讲哇，那会遮好用啊！但害我嘛想要一个苹果的手机啊。结果我就甲写了，我想要苹果的手机啊。结果咧？因为安尼我开始找工课啊。袂歹呢。这个做笑啊。对啊，改变人生诶。对。
为着想要用迄个 AirDrop 教我电话。我感觉袂歹啊。无啦，其实因为我身躯比喜欢直接用，啊，佮出侪朋友因拢用苹果的手机啊。阮之前去甲三个朋友出去外口佚佗的时阵，因逐个用苹果的手机啊，啊，伫遐交换相片，拢足轻松的啊。啊，就问讲吼，往来啊，你翕个相片要传互我，我讲啊，要用传什么传？我是Samsung 的呢。好三个骂一群，去我手机啊，有够歹意的诶！啊，你真是要传相片互我，爱传这久你个知？哦，看袂起我用 Android。哦，对啊，我之前就想要换苹果的手机啊。对啊，因为我前一支是 Motorola 的，啊，毋过我后来发现，讲 Motorola 是中国做的。啊，是哦，哈，对啊。所以我就感觉啊，我要换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啊，我规气换苹果，因为我感觉 Android 手机啊，敢若用破破。啊，阮翁就一直讲，毋通用苹果啊，伤贵啦，哦，互伊烦死。我讲啊，无你找一支我想要买。啊，伊头先就讲叫我买Samsung的。啊，毋过阮公司就配互我一支Samsung的啊，我就讲我无爱两支拢Samsung的。啊，伊就找，后来伊就找着起码一支 Google 的，伊就讲安尼你要买 Google。我讲哦好，会使 Google 听起来会使，我就买。所以我即摆用 Google 的。哦，系啊，我真是要想办法我苹果。进前哦，我甲阮翁问的时阵，伊会感觉足贵，啊，毋过伊嘛是迄款，你若真正想要爱，就买啊，就是伊也是，反正伊是迄个财主啊，伊会出钱。啊，毋过我是当时啊，顶个月啊，顶2个月甲问，伊会讲，你去找一个要互伊你的人好啊。我靠，真正是结婚伤久，怎么样呢？啊，无这句我是讲，早在迄当初讲的size，我甲换落来啊。哦，就是，伊竟然要讲这款话。啊，是讲伊即个念小气拢无敢望开的人，伊是要安怎叫伊去买苹果的手机啊？应该买袂落啊！我可能爱叫阮囝较高价吧，伊只是愿意开基地那个辛苦。我可能爱甲什么啊？吹枕边风，本金桃风哦。哦，啊，恁翁家己摕啥物手机啊？伊拢摕我用过手机啊。哈？用过手机啊，佮有法度佮用哦？我嘛毋知。因为我感觉这手机啊，即摆手机啊，拢差不多2档了，就差不多足够无电的啊。对，啊，毋过反正伊用我用过嘛，所以伊会大概若歹去了，就是买新的啊，新的就是我用啊。哦，是安尼。恁兜有甲恁兜家己的循环系统。对，所以我讲，我才是等你手机啊歹啊。比你买苹果诶。哦，我看你也是去食头路好啊。我嘛先讲过。所以无定应该是真紧，若真正换者就甲你讲。好得啊！所以我感觉，其实你若要下什么玩写伫铺啊顶管，我感觉是做有效诶。我甲你感觉啦，系啊，卖写伫面床头啊。啊，讲对，讲着写伫面床头啊，因为我无考着这医学院嘛，啊，毋过我感觉种，这是毋是转有小可硬，就是逐个系员哦，也是爱保持一个春秋性，就是有当时啊系员吼，伊系目标无一定适合你的人生哦。对，所以你若是无达成，其实莫伤失望。我拢是来安尼甲你讲诶啦，嘿，我拢是讲啊，这无可能啊，不要紧啦，迄无适合我啦。好，对。啊，因为我感觉有当时啊，你行无共款诶路，无一定无好啊。
真的。对啊，就是对啊，今年你有啥物想要下愿无？今年想要下愿哦，就希望咱的听众会当个较济啊。哦，对呢吼，就希望咱的听，咱的里面会当倒推杀，大家甲咱做来的推杀，因为毋知呢，其实我做介咱讲的议题呢，就是对，我嘛是，系啊，我着做介像咱正经讲的无家者啊，即款女性权益，个我嘛诚介意迄个亨利八世迄两集。可能是我家己的私心吧，我感觉我足介系啊，咱两个讨论的话题。我嘛是呢，我足介意讲哦，逐礼拜伫遐咧找资料，感觉其实家己读起来嘛诚欢喜啊。系啊，系啊，写稿啊，搁伫遐找书店啊，伫遐研究讲要用即个词啊，是要用迄个词，诚欢喜对啊。对啊，咱的重点就爱溜互着吼，咱的重点是啥？就是两个无聊的阿母伫遮咧广告。其实我感觉我会想要做这嘛是想要互足侪人知影，即寡社会议题是拢会当提出来讨论的，嘛互搁较侪人知影，其实。会当用无共款的角度去看即寡代志安尼。对。对啊，我嘛是希望讲，无一定讲人数听众人数爱变济，毋过我希望讲新的一档会当含咱的听众朋友有较济互动。好，你有希望讲要找着头路无？我感觉机会应该是真大啦，因为就是感觉去 interview 的感觉，甲经理伫遐开讲的感觉，机会是真大，系啊，就希望会当应着。好啦，安尼新年吼嘛，莫讲伤济啦，系啦。新年就伫遮嘛是祝大家新的一档吼，即个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啦，就是谈阮逐集拢会讲的共款。系啊，搁希望吼，因为搁再2礼拜台湾就要选举啊。系啊，真正是希望国泰民安。真正诶，希望国泰民安。够惊啊！对啊，我嘛希望讲吼，即马逐个伫台湾。住伫台湾诶，也是讲海外台湾人吼，即个台湾诶意识愈来愈好，愈来愈济。逐个若是有个时间吼，加开寡时间空间去了解咱台湾诶文化甲历史。真啊！你爱先了解了，你才有法度去讲你有介意，还是无介意，还是讲你想要行去倒位？有历史才有未来啊！真的。Yeah. 好，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再会。就我清芳过一阵七彩。